嘅電話等緊，咁我哋或者接第一個先啦。喂，早晨，係早晨，早晨，貴姓啊？係我姓伍噶。伍生係你好，係你好。我諗80年代咧，對好多即係譬如係即係60、70年代出生嘅人嚟講咧，都感覺係一個香港嘅黃金時代嚟。所以即係而家好多人咧都即係懷念嗰個時候，或者覺得而家唔好咧咁樣。但我又諗起咧，即係有阿狄更斯有句話咧，就係話呢個係最好嘅時候，最好嘅時代又係最壞嘅時代。係。咁究竟80年代係有啲乜嘢嘅壞咧？呢個都值得我哋咧，即係回頭去諗下咧，我哋先知道而家嘅好嘅。因為我覺得你有樣嘢咧，英國人咧，你唔可以否認咧，佢係個管治咧係真係可以講係好高明嘅。即係佢81年咧，其實已經有呢個國籍法啦喎，即係已經大家知道啫。咁咧，佢82年咧就有呢個房屋嘅政策。阿岑日飛就話，我哋當時咧80年代咧，啲人70%都係 full pay 買樓。咁啊，抄翻咧，如果86年咧，我哋嗰個自治居所嘅人咧，應該係30%幾嘅。咁啊，可能咧，再加上呢個英國人，佢本來初搞公屋咧，就係有練地價嘅，唔知你大家記唔記得？82年開始咧，佢就冇咗地價啦。咁冇地價咧，啲公屋嘅電可能平咗好多啦。咁但係後來咧，咁啊啲人就可以即係 full pay 咯咁咯。我諗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咁啊，但係後來咧，你買咗公屋嘅人咧，就變咗咧就冇地價，你嗰個樓價升值咧就冇咗你份。所以我覺得即係英國人咧，佢當時咧，阿陳澤銘你講嗰個一樣嘢都好重要。即係當時你哋走去大學咧，就係嗰啲 paper 咧，話原來好難先至可以攞到嘅。即係其實英國人咧，係透過控制一啲信息，咁嚟咧俾你咧去，佢又唔俾你玩遊戲喎，佢遊戲係有對立嘅，係有，但係佢咧就好叻咁樣咧喺一個圈入邊咧俾你玩呢個對立嘅遊戲。因為咧點解咁講咧？我97、98年咧，我就去呢個中央圖書館，我就覺得特區真係唔同喎，9樓10樓嗰個 Reference Library 有好多政治嘅書俾你睇，外國嗰啲。即係講得好世界嘅局勢點樣分析，但係以前我哋喺殖民地時代係冇嘅。譬如大會堂嘅圖書館係好細嘅嗰個 reference library，即係其實英國人咧，佢喺佢嗰個管治咧，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或者你話回面又好，或者點樣去深入分析佢喺80年代到90年，尤其是決定呢個地方應該要交翻俾中國啦。尤其是81年佢呢個國籍法咧係一個好重要，佢之後嘅政策。點樣做到即係日後香港而家嘅呢個情況咧，直接去影響到而家咧？呢個咧，我覺得香港人如果多啲討論，因為實際我睇翻外國嘅研究咧，好多咧都係從西方嘅觀點，但係好少咧從呢個香港利益嘅觀點或者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嘅觀點咧去分析英國人當時好巧妙，即係呢個要即係其實係唔係話去批評佢，係要學習佢，知道佢點樣做嘢，咁咧先香港人咧先知道咧。我哋其實係 miss 咗啲乜嘢 turn？點解而家去到呢個局面？因為當時我哋80年代咧係一個世界好順利，對於香港嚟講係好需要。無論中國改革開放或者東西方嘅環境下，好多嘅公司要嚟到亞洲區去生產，所以香港喺經濟上咧係有一個好蓬勃發展，同埋我哋個人口咧係處於一個即係嬰兒潮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所以咧一切咧對香港都係好美好。但係香港後來咧，處於一個相對嚟講一個環境係唔同啦，依家唔同咧，我覺得我哋好值得咧去緬懷、去學習一下、了解一下、深入探討一下英國人當時咧各種嘅策略咧，其實係點樣佈局。好多謝晒伍生。好，有咩回應啊？我諗啊，伍生話想睇下有咩負面嘅，我哋漏咗講一樣嘢咧。當時80年代困擾香港就有一句叫越南船民嘅問題。咁嗱，呢個亦都係英國人管治高明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嗱，英國人呢，當然啊民主大國啊，我哋會照顧好多難民嘅。我就代香港應承幫你照顧咗越南呢一批，因為越南自己內戰之下引申出嚟嘅難民問題，邊個出錢呢？香港出錢，香港政府出錢，香港出土地去照顧有幾多？最高峰期有20幾萬好似係嘛嘅難民，設咗幾個難民營。唔係佢搞個甄別政策啊嘛，要分開
邊啲界定係難民，邊啲係啲經濟，係啦，邊啲係經濟要分出嚟啊嘛。咁但係即係總之無論如何咧，都係香港人埋單嘅嚇，成件事佢就攞晒彩嘅英國人。咁據我記得好似去到今日仍然聯合國係爭緊香港政府錢嘅。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仍然冇找到條數嘅。咁呢啲就係頭先講到呢一啲負面啦。頭先飛哥都提到少少㗎，80年代就出咗幾個大賊啦，幾個賊王啦。知啲咩大賊？因為頭先你講到咧我頭先我諗起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你講到影視文化有個暴力美學嗰種表現咧，所以你諗起80年代嘅罪案咧，似乎係特別